今次介紹嘅係金門西園鹽場。喺冇雪櫃、冇便利店嘅年代，鹽唔單止係調味品，亦都係生活中不可或缺嘅重要資源。西園鹽場早喺元朝就已經開始運作，至今已經有過千年嘅歷史。因為金門嘅海水乾淨、日照充足、海風穩定，配合天然嘅環境，當年嘅鹽工由成本較高嘅煮鹽方法，逐步優化至而家嘅曬鹽取鹽。鹽工喺退潮之後，將海水引進一格一格嘅蒸發池，利用陽光同埋風力，等海水慢慢蒸發，最後結晶成鹽。整個過程完全依賴自然，亦都非常考驗耐心同埋經驗。腳下面嘅鹽田結構睇落嚟好似好簡單，但其實每一格都有唔同嘅功能，由儲水、濃縮到結晶，層層推進。呢個就係金門先民長時間累積落嚟嘅智慧。咁等我哋慢慢欣賞下呢度嘅靚景啦。